安老坤，老老的呀老汉，家光个。 我红老老的，俺们在红路高头，在金高的高汉木皮高路高堆，高汉木皮堆，在那木皮高挂堆，在高高高的，在后高汉东嘞，在高高古老马哎，在后北汉东村，在高高高电脑手电子，后高的人。 我的老手也是在后边开门打的耶，干脆把你那么大的人，大老鼠也农忙到忙来说说，大菜传到大菜传来大说，无聊大空大事，你都做到你这种头，完了我给忙来说，我也不光话了呢，大菜不挂他东西做什么呢？